留言真定假？崔醫生話你知，牙周病係小問題，洗牙咧就 OK。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就好多人咧認為通過洗牙可以解決到牙周病。其實咧，我哋可能就對牙周病嘅概念有啲唔係模糊不清。其實真正係牙周病咧，我哋係有相應嘅可科學嘅一個判斷到呢個牙齒究竟有冇牙周病。咁當呢個牙齒你俾揾醫生睇，同你判斷到係牙周病嘅時候咧，咁你就一定要通過科學嘅治療，唔係通過洗牙可以解決到嘅。洗牙咧點解咧？洗牙同牙周治療佢係最大嘅區別係乜嘢？洗牙即係洗牙齒表面嘅污糟。而牙周病咧，佢係需要清潔你牙齦底下，甚至乎牙齒同骨頭之間嘅牙周膜四周附近嘅牙石同各種表面嘅細菌喐牙。咁你假使認為通過簡單嘅洗牙都可以去清潔到你牙齒，解決到你牙周炎嘅問題咧，咁係絕對係唔啱嘅。即係話咧，我哋咧一定要清楚，洗牙係可以預防牙周病，牙周病係唔可以通過洗牙解決到問題。